了，快好了。嗨，点点，你在做什么啊？我在画家庭族谱啊，明天要上台介绍我的家人。哇，这么棒，可以借我看看吗？我知道，这个是爷爷阿公，这个是奶奶阿婆。哦，爸爸妈妈阿爸阿妹上次教过了。还有，这三个是谁？我怎么看不太出来啊？彤彤姐姐，一个是我，另外2个就是哥哥跟弟弟呀。哦，这个是阿公，这个是露台。不过哥哥跟弟弟怎么看起来都怪怪的？是不是你画的特别丑啊？我也要看，我来看。哥哥跟弟弟怎么都是青春痘跟雀斑啊？我才没有那么坏心嘞！哥哥本来就有青春痘，弟弟明明就有雀斑啊！我只是画的比较夸张而已啦。哈，可是点点这样的话，哥哥跟弟弟看到一定会很难过哎。好啦，那我再重画一张哦。这是谁？阿公、爷爷。这个人是谁呢？阿公，这个人是爷爷。这是谁？阿婆、奶奶。这个人是谁呢？阿婆，这个人是奶奶。这是谁？阿国、哥哥。这个人是谁呢？阿公，这个人是哥哥。这是谁？露台、弟弟。这个人是谁呢？露台，这个人是弟弟。点点说得很好哦。阿公、阿婆、阿国、露台，这些客家话小朋友学起来了吗？海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张伟亮。